宜兰燕山乡的中华村是县内重要的水源地，不过业者打算要伫水源地开矿场乌白土，范围大概是21公顷。专案就要进入第2阶段的环评审查，业者去地方办说明会，不过居民是大声喊反对。在说明会现场，充满反对挖矿、护水源的抗议声。永安事业按上伫宜兰燕山中华村开采肥土，专案进入2阶环评，10月去地方举行说明会，促叫居民抗议。反开矿，护水源。居民伫说明会进前就举标语，诉求山林是全面的，叫永安死出去，因为烦恼矿业开发案通过，当地山林甲环境都去互破坏。而且开发案附近就是水质水量保护区，若凊彩就开放开发，唔但影响燕山的乡民，还佫会冲击宜兰县面顶的水。为什么大家爱跳出来？因为这个开矿会关心到、影响到咱宜兰县全部的县民的用水的安全。所以呢，大家想想看，一块土地，你有可能又租给这些世世代代在这边耕作或是种树造林的人，以及又去租给在永安矿场采矿的人吗？款团指出，矿业法修法已经3读通过，无合理的霸王条款已经删除。明定业者采矿进前，爱得到土地利害关系人的同意，呼吁业者伫无都得到完整土地使用同意书的情形之下，主动提案，避免拖借国家的资源。以前这里有三个砂石场，是那山下是国产砂石场，我们的量只有48台车，是不到国产砂石场1/3的车辆。4年前永安矿场开发案就捌引起在地反弹，今嘛要启动2阶的环评。业者讲，这届申请的矿区范围是21.88公顷，并无伫水土保持区，嘛无伫水质水量保护区，而且伫粗坑溪出水口下骹2.3公里的所在，未有污染水源的问题，会持续甲居民沟通，争取认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